又係站立式普拉提時間啦！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核心嘅位置同埋呼吸，每次呼氣嘅時候都要收緊核心肌肉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，緊握拳頭，遞手拉直個身，收腹，提腿。再呼氣，打開雙手，髖關節打開。再呼氣，緊握拳頭，再遞手，髖關節翻原位。吸氣，手腳落返嚟。再呼氣，重複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鍊手腳嘅肌肉同埋臀部嘅肌肉，同時亦靈活髖關節同埋肩關節，以及可以收緊上背嘅肌肉。雙臂貼身，呼氣，緊握拳頭，收腹，曲手踭，提腿。再呼氣，手心向後，將隻腳搖去後邊。再呼氣，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隻腳向前提腿。吸氣，手腳落返嚟。再呼氣，重複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同埋鍛鍊手腳嘅肌肉之外，亦都可以鍛鍊臀部同埋上背嘅肌肉，亦都可以靈活髖關節。呼氣，遞手收腹，隻腳勾腳向前踢。再呼氣，收腹，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向後拉，提腿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呼氣，又做埋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鍊手腳嘅肌肉同埋上背嘅肌肉，同時亦都伸展大腿後邊嘅肌肉同埋臀部嘅肌肉，亦都可以增加身體關節嘅靈活性。打開雙手，曲手踭，緊握拳頭。呼氣，雙手交叉喺前邊，收腹提腿。再呼氣，打開雙手，直腳伸去後邊，腳趾尖掂地。呼氣，又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同埋鍛鍊手腳嘅肌肉之外，主要就可以打開膊頭，改善圓肩，收緊上背，亦都可以伸展下肢。呼氣，收腹提腿，雙手放喺大髀下邊掂一掂。再呼氣，雙手放喺側邊。再呼氣，雙手翻去大髀下邊掂一掂。吸氣，放翻低手腳。如果提腿唔夠高，雙手掂唔到都唔緊要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主要就係練大髀前面嘅肌肉。用腳踭同腳趾尾做重心，防止踎低嘅時候膝頭哥向內扣。呼氣，收腹，膝頭哥打開，同時拎起腳踭，將手踭向外指，打開心口，上背收緊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做呢個動作，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鍊手腳嘅肌肉、上背嘅肌肉，打開膊頭，改善圓肩，亦都可以靈活下肢嘅關節。示範又結束啦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